我们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，也许是我们身边的人无法去理解的。我们可能常常被旁边的人误会，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上帝都知道。好吧，如果我们可能还不够认识神的，或是我们已经可能在教会当中很久，我们却常常还是将自己放在首位的。好吧，我们邀请每一个人，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，求神来成为我们的首位，成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。的想法去做每一件事情，去做每一个决定。在这时候，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真的是求神能够进入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将它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我们开口来将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难处，我们来向神来倾倒。我们要对神来说：主，我要倾倒我的生命，主，我单单要来爱慕你，主，我单单要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我不再将我自己看为最大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自己与神的关系来祷告。
对你的爱和思念。对神来说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。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谢谢你爱我们，主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。主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自己所没有办法去面对，所没有办法去跨越的一切，主，因着你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将我们每一个人摆上在你的手中。真的，你看见我们每一个的软弱，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所惧怕的事情，但是你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跟勇气，让我们能够去面对。我们祷告不足的，真是让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